富强教会简介。主后1976年，在台南中会五世熙庆的宣教计划下，经第46届第3次中委会决议，主后1976年8月12日，在东门城外富强路新发展地区开拓了台南中会第63所教会富强布道所，派辅自台南神学院毕业的王忠信传道师负责开拓教会。一年蒙东门教会圣意接纳为子会。富强教会以租民房方式开始，教室日展，惜民房空间有限，未能有效发挥教会于新社区之功能。感谢上帝设立安排，为求得王忠信传道家族以纪念先父王寿禄医师为名，奉献建堂基地240坪及基金160万元，并由东门母会与中会内其他教会各分摊35万元土地增值税计70万元，完成登记为总会财团法人所属。1977年7月，教会暂迁仁和幼稚园聚会2个月，随后迁入县治旁，逐造房舍，并组成建筑委员会，积极筹备建堂，于1979年元月21日举行定基礼拜，4月1日整地兴建，6月正式动工，1980年2月完成包括礼拜堂、主日学校教室、办公室、牧师馆等之建筑。1980年2月4日，南中第50届春季议会通过富强布道所升格为支会，7月秋季议会在决议由支会升格为堂会。1980年8月24日举行献堂典礼，王忠信传教师封牧就任为本会第1任牧师。自此教会基础底定，开始迈入新的阶段，各肢体团契相继成立。随后4-5年间，教会在稳定中进步。1986年8月，教会创立10周年，王忠信牧师提出出国进修计划，教会决议聘请陈蒙禄教师参与牧会工作。于8月10日教会释教10周年纪念日举行封牧与驻堂牧师就任典礼。同年8月24日举行王忠信牧师出国进修壮行聚会。富强教会带着上帝丰盛的恩典及弟兄姐妹的信心与和谐的爱，迈向第11年。陈牧师夫妇驻堂牧会期间，聚会人数持续成长，突破主日礼拜平均出席100名的新指标。直到1989年8月，陈蒙禄牧师在本会任期届满请辞。王忠信牧师出国进修3年后，于1989年9月回台，继续牧养教会至11月底正式离职，结束在本会自开拓社教起共13年的牧会工作。王牧师为教会的创始牧师，教会从无到有，皆蒙王牧师夫妇与其家族成员出钱出力甚多。在此，除了感谢王牧师夫妇及其家族的无私奉献外，也感谢开拓初期就参与本会聚会的多位资深信徒的同心参与。1990年8月1日，教会正式聘任夏文学牧师与谢淑华牧师夫妇为第2任牧师，接续教会牧养的工作。此时，台南东区新社区人口逐渐聚集，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数稳定成长。
教会事工也开始着重于组织与制度的建立。1996年，富强迈入双10年华，开创社区宣教事工，成立社区儿童音乐班，设立社青、学青、松年新团契，并出版富强教会短歌集1《欢欣歌颂》与主日崇拜前领唱，逐渐更新主日礼拜。在长职同工中研讨《疾风烈火》一书，领受圣灵的火如何更新及改变教会与信徒的启示。1997年9月起，夏牧师夫妇因侍奉需要，分3期前往美国进修，并于1999年6月完成。夏牧师夫妇于2001年底向教会请辞，于2002年5月离任，结束在富强近12年的牧养工作。在2002年到2003年无牧者阶段，社青团契持续带领敬拜赞美与查经，并陆续邀请王卫贤传道、黄瑞成牧师做全教会培灵会及徐继德牧师长职造就会。此等的培灵造就会使圣灵的火大大翻转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，对于教会的复兴具有绝对的正面影响。2003年10月1日，蔡正道牧师就任本会第3任牧师。因积极的建造更新及有果效的造就沐浴，教会的增长迅速明显可见。迈入30年的富强教会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造。首先是信徒的灵命装备。从2004年起，深耕式的查经持续多年，教会有1半以上的信徒接受查经造就。另外邀请许多牧者前来培灵布道，教导捆绑释放抑制赶鬼的祷告操练，以装备信徒的灵命。接着成立生命小组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并逐步将团契聚会转化为小组聚会，同时进行礼拜更新，从礼拜程序、布道式的主日敬拜到主题系列的主日讯息，并成立第2堂华语主日崇拜，以进行礼拜的更新。另将服事团队化，以1人1服事成立敬拜赞美服事团、祷告服事团队、影音服事团队、新朋友关怀服事团、志工服事团队等各事工团队。2008年起，积极改造儿主与青少年事工，呼召青少年成为基督门徒。教会同时也进行组织再造，逐步使团契虚极化，并预备转化为牧区。2005年，教会看见教堂重建意向，开始进行10年的圣殿重建计划，选出15位重建委员，并寻求神的心意，凝聚所有会友同心齐力，投入教堂重建事工。这期间，我们经历上帝极大的作为与恩典，不止每年奉献目标都达到外，更在2008年赏赐一间在20年前已为我们预备好的教育中心，这让我们重建的聚会所需不致缺乏，让教士快速成长，信徒灵命持续进步。2011年11月6日破土礼拜启动硬体重建后，2012年8月教会推动手抄圣经事工，并于2013年感恩节完成传家版手抄圣经，预备迎接重建圣殿的完成。次年敬拜中心完工，并在2014年4月27日献堂。
本地，我舒适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双脚会颤抖，但你赐我力量。我的生命深镶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。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。